位文化资产界的各位前辈，还有很多这一次特别参加我们这一次无印场影片的参赛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好。我还记得上一届我们一样在这里举办了非常隆重而且竞争非常激烈的一个颁奖典礼，印象还非常深刻。那今年整个的比赛的过程，其实比上一届更为受到大家的一个支持。这一次参赛的作品有将近120篇，哇，这个数量其实是非常的多。因为我们的主题是文化资产。其实当我们同仁告诉我说这一次参赛的作品有将近120件，其实我个人是非常的感动。为什么？因为文化资产是需要全民守护，那要把文化资产变成是一个全民运动，其实必须有很多人来参与。所以透过影片让大家来重视我们的文化资产，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全民运动的一个开始。所以我在这里非常感谢这一次所有参与的这些团队。因为你们的投入，可以让很多人看到他们过去忽略的我们所谓的文化资产。这些文化资产，不管是有形的或是无形的，可能就在我们的身边，但是各位每天经过却忽略了它。但是可以透过各位的影片的记录，可以让大家重新发现，在他身边最为珍贵的文化资产。进而激励大家共同来守护，所以我觉得在座的各位好朋友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诚如刚刚我们秘书长所提的，台南市是非常重视文化资产保存工作的一个城市，不仅是有形的文化资产，从点到线到面，其实台南市政府一直在做所谓的策略性、政策性的一个活化，所以我们订定的历史街区振兴自治条例，要来辅助文化资产法的不足，让我们可以从点到线到整个面，而且我们非常重视所谓的再利用，还有它的当代性，包括今年特别加入的，去年也有，就是无形文化资产的部分。其实我们不只是希望说把它指定登录，其实是希望更能够传承以及赋予它当代性的一些意义跟价值。所以我相信在这一次的影片当中，不管你是从用记录的方式，或是用所谓的戏剧的方式来做记录、来做呈现，其实我相信都能够协助我们在后续的有形跟无形文化资产的保存上。能够推展得更加的顺利。我想在这里再次感谢我们这一次执行的团队，还有我们支处的同仁，还有所有参与的这些好朋友们，因为你们的参与，可以让我们在无形文化资产的推动上更往前推动一步。感谢大家，谢谢。谢谢局长，那谢局长留步啊，局长和我们来颁发第3名跟第2名的得奖者到底是谁？好，那么请局长帮我们来先颁发我们在第2届的台南无印场第3名的得主。第3名刘平安耀。恭喜我们的刘平安耀！你的这句话，你相信说会是几个